下個禮拜美聯儲同另外3大央行都會分別舉行議息會議，咁喺呢段時間匯市上有啲咩值得我哋關注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論外匯。今日係6月9號星期一，我係 Colly。上個禮拜5晚，美國就公布咗市場等咗好耐嘅5月份就業報告。咁最新嘅數據咧顯示翻5月份嘅非農就業人口新增職位達到139000個嘅，咁都略高過市場預期。咁雖然咧都比4月份修正之後嘅147000個數字咧係有所放緩啦，咁但係見到咧整體呢個非農就業人數咧仍然維持喺呢個10萬以上嘅。咁呢個咧都表明翻咧，其實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咁雖然咧都有減緩到美國嘅勞動力市場增長，咁但係咧似乎就未對成個市場咧造成一個好實質性嘅損害。咁至於失業率方面咧，更加係連續第3個月穩定翻喺4.2%嘅水平，咁呢個都符合翻市場預期。咁而平均每小時工資增長咧達到3.9%，咁啊超出個市場預期。咁而工資增長強勁咧，都提振咗市場對於聯儲局嘅一個比較鷹派嘅預期。數據公佈之後咧，利率期貨市場價格變化顯示，聯儲局喺9月份或者之前需要減息1/4厘機會率咧，已經由就業報告公佈之前嘅挨近90%，下跌到依家咧係唔夠70%嘅。咁至於7月份嘅減息機會率咧，更加跌到唔夠2成添。咁雖然啦，我哋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隨即就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發文啦，咁就話覺得咧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咧應該要傳出去減息1厘。咁但係睇嚟佢言論咧就並冇太多咁影響到市場嘅利率預期。咁而美聯儲咧今個禮拜就將會進入一個靜默期啦，去準備翻下個星期6月17至18號嘅貨幣政策會議。咁當然啦，市場都預期呢個政策會議咧，咁係唔會任何嘅利率調整㗎啦。咁大家都關注翻啦，如果聯儲局講話都比較鷹派少少嘅話咧，咁可能都會進一步提振翻美金嘅表現。美匯指數上個禮拜咧曾經一度調整啦，去到挨近98.3種嘅水平。咁但係依家就業報告公佈之後咧，好快穩定翻嚟，已經反彈重上翻99啦。咁嚟緊能唔能夠再進一步去上行咧？咁當然首先就睇翻聯儲局嘅一個表態啦。咁另外政經方面都有唔少因素影響到美金嘅表現嘅，包括係嚟緊穩定幣啦，同埋大而美嘅法案咧，咁都會喺美國國會入邊咧進行討論。咁另外都有中美嘅貿易關係，諗國務院嘅副總理何立峰咧，尋日就1連起6日開始訪問翻英國。咁期間咧，其實都預期會同美國方面咧係舉行翻呢個中美嘅經貿磋商會議嘅。咁依家市場咧最關注當然係兩邊嘅先前日內瓦嘅協議之後咧能唔能夠繼續執行啊，再進一步深化啦。咁而中國嘅商務部咧已經證實佢已經批准咗一批稀土產品出口許可，而且咧都表態咗咧願意咧同相關國家加強對話嘅。咁今次貿易磋商咧都係一個市場嘅重要焦點嚟嘅。如果嚟緊咧有啲更加積極嘅結果嘅話咧，咁相信都有望再進一步咧為美金帶來一定嘅支持。咁而另一方面諗市場嘅風險胃納咧有所改善啦。咁我哋見到咧風險貨幣表現，包括澳洲紙啊、紐紙、加紙咧都有一定嘅支持。咁繼續咧都保持一個橫行嘅走勢嘅。不過樂觀嘅情緒同時亦都係會削弱咗啲避險嘅選擇，包括係黃金啊同埋 yen 字等嘅需求嘅。咁短線表現咧自然都會受到影響。最新嘅數據顯示，日本嘅實質工資咧喺4月份已經係連續第4個月下降。咁主要都係因為當地嘅物價上漲咧，繼續超過咗佢哋嘅工資增長。咁而呢一點咧，可能就會再進一步削弱咗當地嘅私人消費。咁一方面咧，市場當然係覺得嚟緊日本央行仍然係有一個壓力咧，要去加息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因為而家私人消費有可能會受壓啦。咁但係私人消費咧係佔日本 GDP 嘅50%樓上嘅。咁如果冇人消費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引發到當地一個經濟上嘅問題啦。咁都令到咧市場覺得日本央行嚟緊咧調整佢嘅貨幣政策更加正常化嘅時候咧，其實會有更加多要考慮嘅點，亦都可能會阻礙到佢進程。咁呢一點咧對 yen 嚟講係構成一定嘅壓力嘅。咁而加上另一邊我哋留意翻咧，就係美日嘅貿易會談方面，日本嘅首席關稅談判代表赤澤亮正咧早2日就表示，日本同美國喺華盛頓嘅第5輪貿易談判咧已經取得咗一啲進展啦。咁但係咧佢又唔肯講咧係取得咗啲咩進展啦。咁呢啲嘅不明朗因素咧，其實對 yen 嚟講咧都唔係一個利好嘅點嚟嘅。咁而美國財政部咧上個禮拜就交咗一份報告咧俾國會，咁其中一個內容入邊就講到咧，佢覺得日本係應該要繼續加息，同埋改善日元弱勢啦，同埋美日之間貿易不平衡。咁市場而家都諗緊咧呢份報告出現嘅時機咧，咁究竟同美日嘅會談方面咧有冇啲咩嘢關係咧？咁同埋咧究竟美國方面嘅呢個意見咧，咁究竟會唔會影響到日本央行嘅貨幣政策取態咧？咁呢一點咧都係有待觀察嘅。咁下個禮拜日本央行咧都會再舉行議息會議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嘅。咁而除咗本央行之外咧，其實主要嘅央行基本上由舊年開始咧都已經減咗唔少次利息啦。咁呢個市場咧踏入今年嘅下半年咧，開始會諗咧究竟邊啲央行會快啲去完成佢哋嘅減息嘅週期咧？
咁依家咧特別係美國仍然係處於減息週期啦。咁如果邊間央行咧早啲減完息嘅話咧，咁相信對於佢貨幣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利好嘅。咁而歐洲央行上個禮拜議息會議之後，雖然再減咗一次息，咁但係佢就話咧，佢覺得目前利率已經達到一個合適嘅水平，咁似乎係暗示緊減息週期可能已經接近尾聲啦。咁喺利率期貨市場價格預測咧，咁歐央行下次減息啦，可以等到今年12月份，而且12月份咧已經可能係今次減息週期最後一次減息啦。咁我哋知道啦，不嬲利率差異同貨幣政策分歧咧，都係利率價格走勢嘅一個重要關鍵驅動因素啦。咁所以咧喺歐央行咁樣講之後咧，我哋見到歐羅對美金一度係反彈重上翻1.15嘅水平，而且技術走勢都係轉好嘅。咁嚟緊咧，如果能夠咧企穩翻1.15樓上嘅話咧，有望都進一步打開上行空間。咁下個禮拜咧，除咗係美國之外啦，仲有日本央行、英倫銀行同埋瑞士央行議息會議，大家記住關注翻啦。今日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